如果我問你，而家依支英格蘭入面邊個球員最重要？相信唔少人第一時間都會講比寧咸。佢啱啱先梅開二度，幫球隊反勝挪威晉級四強。又或者有人會揀哈利簡尼，始終佢係隊長兼球隊頭號射手。呢兩位球員都具備改變戰局嘅能力。但係有一種球員，佢平時嘅表現未必會令你睇到哇哇聲，但佢嘅存在會令身邊隊友都踢得舒服好多。只要佢一唔喺場上，你就會發現點解個中場突然間組織唔到，搶輸中場俾對手，反壓為主。所以我嘅答案可能有啲唔同，我會話係迪勤懷斯。懷斯唔係入波助攻最多嘅人，論搶眼佢又一定唔係。但係我夠膽講句，英格蘭如果想 Football is coming home，絕對唔可以冇咗懷斯。點解我會咁樣講？八強對挪威，佢半場就被換咗落嚟，之後英格蘭就踢得好下風。先唔講上半場，如果索洛夫肯傳俾夏蘭特，就好大機會2-0。再到下半場，如果角球頂入，角球唔係夏蘭特推人犯規先，之後再到阿爾頂中楣。如果挪威好運少少，可能真係踢英格蘭出局。上半場挪威放棄控球權，全軍退守，排成4-5-1陣式。英格蘭只可以喺後場同禁區外猜波 keep 控球權，場波嘅節奏都好慢，完全冇機會撕破挪威防線。跟住挪威就入咗一球半射半傳嘅入波，先領先1-0。你哋又覺得呢球喺射波定傳中？留言話我知你哋嘅睇法。上半場補時靠比寧咸入波追平。坦白講，上半場睇到我瞌眼瞓嘅，去到中場休息，杜曹竟然用艾斯入替懷斯。大家都知道懷斯一直都受住腿筋傷患困擾，但係佢今季幾乎幫阿仙奴踢足每一分鐘。喺有傷又極度攰嘅情況，佢依然踢足每一場比賽。甚至喺對挪威之前都有傳話佢病咗，缺席咗球隊操練，所以見到佢中場被換走。當時我以為佢終於捱唔住。下半場一開波，挪威就一改上半場嘅防勢，佢哋開始高位逼搶，踢得更加侵略性。而佢哋逼搶俾到英格蘭好多麻煩，爭輸咗中場，甚至可以咁講，挪威喺反客為主。講真，今年懷斯嘅表現，我覺得佢係世界第一防中。球隊有佢喺度比寧咸先，可以踢更舒服，有更多空間上前幫手進攻。但當杜曹換咗艾斯入嚟之後，比寧咸逼住要成日返後場幫手組織。但係大家都知，比寧咸最勁踢無球，後上殺入禁區，入攝入波。如果要佢留喺中場組織，咁就唔係佢最擅長做嘅嘢。不過杜曹係一個好肯變陣嘅教練，佢一睇到條中場冇咗，懷斯組織出晒事，佢下半場就係咁做換人調整。佢先換入列斯占士去打6號位，想解放返比寧咸。結果呢，比寧咸的確踢返好咗，幾乎喺球場每一個角落出現。但問題係變咗由占士負責組織之後，效果一樣係好一般。杜曹眼見唔對路，之後再換入羅渣士客串，比寧咸又被逼要落去幫手組織，而占士就打返右閘。你睇杜曹下半場不斷喺防中位換人踢，佢喺茲懷斯防守同組織上嘅功能，呢支英格蘭根本冇一個人可以替代到。雖然最後去到加時階段，比寧咸再一次挺身而出，羅渣士遠射對方，龍門撲出不遠，比寧咸第一時間衝前執雞得手，成功幫英格蘭殺入4強。第一，懷斯保護到防線，杜曹戰術踢法比以前修夫基更加積極，兩閘經常推到好前，而中場嘅比寧咸都企得好前，有時甚至同哈利簡尼平排。好多時候就係懷斯去幫手補位，當左閘壓上，懷斯會補左邊；右閘壓上去，佢又會移去右邊。當中堅帶波上前，懷斯甚至會落到2個中堅中間，進攻嘅時候變成3中堅。懷斯永遠都係會企喺球隊最需要填補嘅位幫手。第二，懷斯係英格蘭第一個組織點，好多攻勢都係由懷斯處理第一腳，而佢永遠都知道應該點樣去處理。如果前面冇空位，佢唔會夾硬傳上去失控球權。如果對手高位壓迫，佢會第一時間轉邊。同埋最重要，佢識得控制比賽節奏。英格蘭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中場，比寧咸擅長打無球，艾斯羅渣士中意突破，安達臣體能好，前鋒嘅簡尼中意回後策應，
但就只有懷斯一個做到幫球隊慢落嚟。有啲時候英格蘭明明可以勉強冒險交直線上去，但懷斯偏偏選擇回傳重新組織。佢出色嘅閱讀比賽能力，往往就係避免咗失誤同俾對手有機會打反擊。佢就英格蘭嘅節拍機。上半場佢仲喺場嘅時候，你會見到英格蘭雖然未必完全控制比賽，但整體陣營非常完整。下半場佢退下火線之後，英格蘭有段時間係捱打狀態，所以喺對完挪威嘅比賽之後，證明咗冇人可以取代到佢。除咗要佢助攻助手之外，懷斯仲有開死球嘅能力。無論係喺阿仙奴定係國家隊，佢都有份負責開自由球，而且質素都幾高。今年阿仙奴入嘅角球，絕大部分就係由佢去開，有時連界外球都要佢用手榴彈炸人哋個禁區。所以英格蘭需要佢嘅地方實在太多啦。粗俗啲咁講，真係做埋老豆做埋老母。至於有聲音話可以試下用明奴，我個人嘅覺得明奴有機會幫到手。明奴技術好，又喺狹窄空間入面擺脫對手嘅能力。如果對手嘅高位逼搶，明奴係識控制住個節奏，佢嘅轉身同推進會幫到球隊組織。但佢嘅定位其實更偏向係8號位球員。佢組織串聯唔錯，但防守真係好一般。對明奴嚟講，佢最舒服嘅踢法就係後面有一個人幫佢兜底掃檔。喺曼聯就係卡斯美路幫佢做晒，而英格蘭嗰個人偏偏就係懷斯。所以如果要明奴打單防中，實在係太勉強。再退一步講，明奴喺今屆世界盃到目前為止連1分鐘都未踢過，好可能佢喺操練嘅表現同狀態打動唔到杜曹，俾機會佢一個喺大賽入面零出場時間嘅球員。大家都係唔好期望杜曹會突然喺4強對佢委以重任，呢個諗法未免太唔現實。正當我為懷斯被換走而擔心嘅時候，好彩賽後杜曹第一時間就為呢個換人解話，總算令我鬆翻口氣。懷斯其實冇病冇傷，換走佢純粹係戰術決定。因為懷斯賽前感冒，連續缺席咗2次操練，狀態同體能都唔好，所以杜曹中場休息，換走佢完全係出於預防性質。同時佢都大派定心丸，話懷斯喺4強對阿根廷嘅大戰可以正選上陣。所以除咗昆沙因為紅牌要停賽，同埋學東莞仔跨欄失敗而受傷嘅軒達臣肯定出唔到。英格蘭全員健康迎戰阿根廷。面對球王美斯率領嘅阿根廷，到底英格蘭可唔可以自1966年以嚟再次殺入世界盃決賽呢？定係足球又一次唔可以返屋企？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，走之前可以 like 咗條影片，鍾意嘅就 subscribe channel。多謝咁多位，我哋下一片再見。